喽，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。怡姐，最近天气冷飕飕的，好冷哦。天气这么冷啊，真的很想来一碗暖乎乎的客家拌眼。客家拌眼我也很喜欢哦。拌眼就是汤圆的意思，而且我听说早期的客家人呢，都会在冬至这一天用拌眼来祭拜哦。你刚刚提到冬至，冬至叫做冬节。冬节就是冬至，没错。而且呢，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客家咸汤圆，其实是很有民俗特色的。里头呢，不仅会有香菇啦、瘦肉啦，同时还有捏菜。捏菜就是茼蒿了，我也超爱吃的。被你这么一说呢，我真的好想赶快吃拌眼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冬至要吃汤圆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冬节爱食拌眼诶，冬节爱食拌眼诶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客家咸汤圆。林姐，你没有等我就已经开始捏拌眼了。来了，等到都痛慢了。我拜托你买椰菜有买到冇？有啊，你叫我买的捏菜嘛来啦。先弄捏哦，来放弄拌眼。金姐，那教我，我想要学捏拌眼。用到手中心，弄片眼，安尼是小汤圆。晴姐啊，我刚刚看到你这个胎拌眼啊，里面到底是包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胎拌眼要底部处是包的萝卜丝啦，香菇啦，绞肉啦。我小时候啊，董姐的时候都会吃这个。对呀。来是拌眼哦。有胎拌眼，有椰菜，是大家吃的团团圆圆，又做得解水。真的，一碗这个客家拌眼啊，真的能够满足你的胃哦。里面有香菇，还有捏菜。真的耶！我跟你讲，吃完了我都觉得暖和起来了。真的，重点是我吃了好几碗，我都快要变胖了啦。好了，辛苦了。不聊了，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汤圆了。汤圆怎么说呢？汤圆就是拌眼，拌眼就是汤圆了。而客家人呢，会在冬至的时候呢，拿拌眼来祭拜。冬至就是冬节。冬节就是冬至了。那其实汤圆里头别忘了加茼蒿哦。茼蒿怎么说呢？茼蒿就是捏菜，捏菜就是茼蒿了。对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冬至要吃汤圆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冬节爱食拌眼诶，冬节爱食拌眼诶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暖暖乎乎吃客家咸汤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